心理學上邊咧有一個咧你唔敢想像嘅真相咧，就係你想成為咩人咧，你先扮你已經成為嗰個人先啦。最後你會發現咧，唔知點解咧，你好簡單咧就已經成為咗嗰個人啦。因為咧你喺呢個過程裏邊咧，你一直咧用最理想嘅身份咧去要求自己。其實一個人咧可以咧通過自我肯定咧嚟塑造一個全新嘅自己嘅。好多成功嘅人咧都將呢一個咧當成秘密嘅成長密碼。一旦咧開始用最理想中嘅自己嘅標準去要求自己嘅話咧，開始覺得咧早起身唔再咁困難啦。工作咧同埋學習咧都唔會再拖拖拉拉，因為咧佢已經喺潛意識裏面咧將自己咧當成一個好自律同埋好優秀嘅人。好似咧我有一個學生咁啊，佢一直咧好想轉行做銷售，但係咧因為佢個性格好內向啦，又冇乜自信啦，成日覺得咧自己都做唔嚟嘅。後嚟咧我就同佢講，你可以每日咧對住塊鏡同自己講，我係最犀利嘅銷售員嚟嘅，我可以咧搞掂晒所有任何嘅客戶。神奇嘅係咧，佢慢慢咧佢真係變得越嚟越開朗，業績咧亦都慢慢變得越嚟越好。其實呢個咧都係一個自我肯定嘅力量嚟嘅。我哋咧可以重塑我哋自己嘅大腦，令到我哋咧每一個人咧可以一步一步咧成為理想中嘅自己。所以咧由今日開始咧，每日瞓醒咧企喺塊鏡面前咧，大聲同自己講，我有幾咁叻，我係值得咧擁有所有美好嘅事情嘅。當我真心相信咧，所有嘅嘢咧都係向好嘅方面發展咧，你會發現咧生活咧真係會如你所願，同埋身邊嘅能量咧都會變得唔一樣，機會咧亦都會越嚟越多。如果咧你想擁有成功嘅體質，但係唔知從邊度入手，試過好多方法咧都係唔成功，點樣做咧都做唔到理想中嘅身份，可以咧先做一個咧潛意識繪畫測試，我哋咧可以幫到你咧從根源上咧揾翻你潛意識裡面嘅限制性信念。另外咧，我有一個咧90天潛意識繪畫1對1嘅成長陪跑課程，可以喺度揾我啊！我係 Charis，希望我嘅系統課程咧可以幫到大家。